台南在地信仰中心之一何以堂收件祭改的科技为清朝时期就开始，到达传承130档的历史。清明时啊来收件的信众，平平常时啊是增加2成。 庙头头前，侪人排队，等要互道长收件。道长手亚笔替人压刷清水温，佮念咒语，用净水甲人辟邪转运。即阵清明连假，经过庙方统计，来人平常时加2成。多数是伫拜完灵骨塔了后，来庙来求平安。即间伫台南巷仔内的百年老庙何以堂，到今犹原坚持传统的收件仪式。囡仔开始拢伫遮收，甲孙拢伫遮收。为什么要收？你惊着啊！我的囡仔若是有啥物惊着，还是囡仔咧困啊，暗时会安远着咧，拢出来遮收件。啊，即个收了拢有差啦。起初先请神，甚至若咧改运，就可以想什么货，用一个本命替身，咧请神了后，咱爱甲伊制刷清净，清净了，咱嘛爱甲伊安一个完成光彩。 民众徛伫咧拜亭收件时，才会布置有无共意涵，像涂骹是金神祖师设的永仪八卦灯，顶面有8仙的八宝，佮有4只夜婆顶头牛，有4号意义。这其实来自彩绘大师蔡小如画。这间庙除了伫宗教仪式保留台湾民间信仰文化，嘛是一座彩绘艺术的宝库。阮的祖师金山祖师王炎山老道长，伊迄阵创立的，就是用这2仪八卦。 啊，佮有8宝，上面有9龙4象，还有12生肖，春夏秋冬。庙方讲，因为旧历若初到19、29日子来收件的人特别多，不过时代变迁，收件文化渐渐稀微。为着要互少年世代通明白这个内涵，何以堂近来结合在地文书团体办行托活动，对定发彩绘到体验收件，因希望用较生活化的方式，把百年信仰文化继续传承落去。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。